以赛亚书第2章第1节到第5节。第1节，阿摩斯的囝以赛亚所得到有关犹大甲耶路撒冷的信息。伫将来的日子，上主圣殿的山会建立伫正山的顶面，比拢总的山岭较悬。万国拢会约我来归依，万民会来讲：咱来上上主的山，来去雅各的上帝的殿。伊会用伊的道路教示咱，互咱通行伊的路。律法会对锡安发出，上主的话会对耶路撒冷传开。上主会伫列国中施行审判，伫万民中排解纷争。伊会将刀拍做犁头，将枪拍做镰刀。这国袂阁举刀攻击迄国，因嘛袂阁学战争。雅各的后代啊，来，咱着靠上主的光来行。